相信我。你都不相信我，我怎么相信你？下楼！小队，击毙他们！放手开枪！开枪！ 赵景然，你去哪儿？救江少威，他们会打死他的，你根本救不了他，你已经违反纪律，我就来这个救，你给我回来，回来！走。 邵景然，你邵景然，邵景然，你，我迫不得已，案子结束以后你会知道的。走！放开！放开！放开！相信我们，江主委！放开了！放开！相信我们，江主委！放开！放开！ 这魔力有毒！别害我！狙击手准备，听我命令，随时准备击毙嫌犯。王毅，刘长青，我听清楚了，现在我一开枪，谁开枪我就处分谁。有毒！哎，别开枪！哎呀，这管里有毒！
长，程硕怎么办？小队退出，得分。站开！不许！队长，这些人！站开！站开！站开！放开他！给我回来！站开！站开！放开他！第一头准备射击，来，是。肖队长，你们串通逃匪，置人质生命于不顾，在刑警队居然让逃犯轻易逃走，我要上报上级，让你的上司督查这件事情。你上报。这件事情事出有因，等查清楚以后再说。等等，别看了。